武當子霄大殿屋頂共發現歷代錢幣343枚。3月27日上午，在世界文化遺產武當山古建築群子霄宮保護修繕工程現場，工作人員開啟子霄大殿屋頂花脊正中央的寶頂，共發現歷代錢幣343枚。專家組對這些錢幣進行了初步清點，其中銀元125枚，銅錢218枚。隨即，專家組在室內對寶頂所藏文物進行了整理和入庫封存。據專家初步鑑定，最早的銅幣係北宋徽宗趙傑崇寧年間發行的崇寧通寶，距今約920年。現場專家告訴記者，高等級古建築的寶頂都會放置鎮物，這是中國古代建築文化傳統，以此期盼宮殿建築穩固長久，同時也反映了古人祈求吉祥喜慶、國泰年豐的心理。這些鎮物一般包括五金、五穀、五色線、藥味等物品。五金多為金、銀、銅、鐵、石；五穀多用稻、麥、粟、黍、豆；五色線為紅、黃、藍、白、黑色絲線各一縷；藥味包括紅黃、川蓮、人參、鹿茸、川芎、藏紅花、半夏、知母、黃柏等。武當山子霄大殿屋頂的寶頂共4層，呈葫蘆狀，所用材料皆為琉璃，不僅承載着豐富的歷史信息，更蘊含着極高的文物價值。記者現場看到，寶頂從下至上分別是明黃色、孔雀藍色、明黃色、象褐色。除頂之外，下面3層形狀皆為圓形。為了確保這一珍貴文物安全開啟，武當山世界文化遺產管理中心特邀原故宮博物院工程管理處處長、高級工程師尚國華、故宮博物院工程管理處處長、高級工程師王輝、湖北省文物事業發展中心研究員黃豐竹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康宇虎等多位重量級、多學科文物專家親臨現場進行技術指導。下一步，武當山世界文化遺產管理中心將按照文物專家建議，組織專家對寶頂內的文物進行除塵、清理、分類、維護、研究。2025年10月1日前，子霄大殿保護修繕工程完工後，將把清理維護後的錢幣原封不動地請回寶頂內。據了解，武當山古建築群子霄宮保護修繕工程旨在消除文物建築因自然風化、環境影響、人為因素造成的損傷。子霄宮是武當山古建築群保存最為完整的9宮之一。此前，在1993年、2012年先後進行過2次修繕。